各位投資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1月16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隔夜美股表現參差，三大指數普遍受壓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0.17%，收喺49,359點附近。標普500同納斯達克指數亦輕微下跌，分別跌0.06%同0.06%。尋日個市可以話係由個別板塊支撐，半導體晶片股嘅動向依然係焦點。表現相對突出嘅係護國神山台積電，佢哋出咗份靚到不得了嘅季度業績，賺錢比上年同期多咗35%，毛利率仲突破62%，創歷史新高，真係贏到開行。消息一出，佢隻美國預託證券 ADR 微升0.22%，帶動成個晶片板塊氣氛。至於龍頭英偉達就下跌0.44%。除咗業績，仲有個貿易消息加持，美國同台灣地區達成協議，台灣商品關稅會降低，而且當地科技業承諾會喺美國投資至少2500億美金起廠，有政府擔保，總承諾額達到5000億美金咁多，俾到市場好大嘅長線想象空間。所以話，而家個市嘅焦點，好明顯係落喺人工智能需求同相關硬件供應鏈上面。不過啦，市況都唔係一面倒樂觀嘅。首先，其他科技巨頭好似谷歌、蘋果同微軟，尋日就逆市微跌，反映資金有啲換馬跡象，唔係全部科技股都受惠。其次，市場依然擔心利率前景，而家普遍預期聯儲局減息最快都要等到6月，高利率環境對一啲估值貴嘅增長股始終有壓力。另外，聽日公布嘅工業生產數據都好關鍵，如果數字太強，驚會推高債息，令市場波動。仲有下禮拜一美國放假，長週末前夕，交易可能會變得淡靜，大家要留意流動性風險。展望今日個市，大家要睇實稍後出爐嘅12月工業產出同埋產能利用率數據，呢啲數字會影響市場對經濟同利率嘅判斷。雖然半導體板塊有業績支持，但都要留意其他對利率敏感嘅板塊，好似金融同房地產相關股份會唔會受壓。總體嚟講，個市似係喺個別強勢板塊同宏觀不確定性之間尋找平衡。記住，聽日美股休市，如果想調整倉位，就要把握今日嘅機會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